弟兄姐妹，那我们先来练习今天的诗歌。第一首回应诗《荣耀的呼召》。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能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第二首祝福诗，你是我生命的亮光。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再从头层次。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它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那接下来我们来敬拜，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站立，来歌颂赞美神。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的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歌颂赞美，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
神，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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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赞美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感谢赞美主，爱我们的天父创造了一切美好的事物，让我们用这首台语的诗歌来赞美天父创造的大全能。春风吹来几次悠然会旁边，树头起一鸟欢喜的音时，溪水比草埔清水，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听充满的万民。一枝草，一条路，显明天被大慈爱。一口开，一滴水，修出我命的方式。
罗你从走大冠名，春风吹来几阵，春风吹来几阵幽兰花旁边，石头记这朝欢喜的饮食，溪水比草坡青翠水高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的万面，一枝草，一条路，显明天被大自然，一口开，一滴水，修书我命的风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心中的主的来临，哦，罗你从走大冠名，一枝草，一枝草，一条路，显明天被大自然，一口开，一滴水，修书我命的风声。主的来临，哦，罗你从走大冠名，哦，肉力，哦，罗你从走大冠名。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慈悲爱你的天，谢谢你赐下耶稣拯救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脱离黑暗，能够有丰盛的恩典、喜乐与平安。主啊，在我们生活中会遇到困难与挑战，世界也正面临着疫情、战争、地震等等的灾祸。恳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坚定信心，明白你是保守看顾我们的神，让我们更深的倚靠你，凭信心将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也求你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仍然不会忘记透过读经、祷告、聚会来亲近你。也求你帮助我们时时刻刻遵行你的话语，能实践爱人如己的诫命，一生学习的样式，永不偏离。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复辟他一切所造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赐下满满的恩典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也在我们的生活中用恩典保护着我们，让我们不至于面临到许许多多的苦难。但我们也为那些正在遭逢苦难与逼迫的人们，我们来为他们祷告。愿主耶稣你的恩典常常与他们同在，保佑他们，祝福他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接下来，请弟兄姐妹，我们来攻守上帝的话。今天上帝的话记载在圣经约拿书第2章1到10节。第1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第2节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第3节，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第4节，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第5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第6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第7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我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第9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第10节，耶和华吩咐鱼就将约拿吐在旱地上。以上。接下来我们要正到我们今天我们牧师要为我们讲到的题目是无助深渊的作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跟旁边的人说，好，很高兴看到你。为什么？因为今天真的是春光啊，春光无限好哦，真的是很好的天气。那大家都来到圣殿，来到礼拜堂聚会。今天的经文在约拿书的2章1到10节。用无助深渊的作为透过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的祈祷，跟他的反省，他的祷告，我们也来学习。愿神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那我们也给这些刚刚上台的青年们，给他们掌声鼓励。愿神赐福这些年轻人。最近有看世界经典棒球比赛吗？什么叫台湾的主场？就新闻说，连那个美国的媒体、大联盟的媒体都被我们的这个主场的优势给吓到，因为现场2万的球迷，哇，那个掌声如雷啊，那个声音啊如雷贯耳，就把那个对手给吓到，所以最后这个2场都有得到这个比赛的胜利。那今天呢最后一场，愿我们的国手能够前进东京。因为在这个当中也有基督徒的球员，我们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在职业球员的生涯里面也能够荣耀神。就像林书豪最近也回来台湾打篮球。其实有些基督徒的球员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都能够用运动来见证神给他们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器皿，
也拣选这些年轻人，成为你生命中所要使用他们，让他们生命能够见证主、荣耀主，也让他们透过敬拜、透过学习、透过团契来帮助他们的生命灵命得到成长。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献上祷告感恩，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约拿在主日学的教学里面是一个算是也是重点的故事之一。因为约拿的故事是一个很传奇又很神奇，因为神要让他去他施，他却神要他去这个尼尼微城，他却跑到坐往他施的船上，因而遇到了他生命没有办法掌握，也没有办法预测的事情。所以透过约拿书，我们也一起来学习。我们有时候信仰会让我们有一个憧憬，就是说我们信了这么久，到底我们的信主这么久，到底有没有多爱神？那我们的信仰里面，你们有没有经历神？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上帝好像到底他看不到，他摸不到。那上帝有时候会怀疑，我们会怀疑上帝到底存不存在。但是求神帮助我们，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不管你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我们都要持守那个起初的爱，就是上帝拣选你，上帝爱你的那一刻，他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约拿是上帝所拣选，要让他去尼尼微城传福音，他却不愿意顺服，因而遭遇了这样子的一个算是灾难，也算是一个苦难，也算是他不顺服上帝给他的一个小小的惩罚。我们信主，最后我们必须要跟神来当头对面，我们需要面对面。那在还没有见到主的时候，希望我们一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管我们是年轻，还是成年、壮年，还是到了老年，都能够荣耀主，就像那个迦勒一样，就像那个就像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那个迦勒，我80岁了，我还愿意为主来征战，所以他成为唯二两个人在出埃及，唯二两个人可以进入迦南地，一个是约书亚，一个就是迦勒。所以我相信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一生都有神拣选你，使用你的意义跟目的，所以神也要透过我们来荣耀他，来见证他。我相信每一个人生命里面，不管你是小小的经历还是大大的经历，都能够荣耀神，都能够见证神。因为最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最后就是要面对主，就是见主的面。所以耶稣做了很多的比喻，说有人就关在门外，在那边咬牙切齿，因为他没有进入到这个主人的荣耀里面。所以耶稣用了这种很多的比喻，所以最后呢，我们必须要见到主的面，然后门就打开，我们就来享受主人给我们的盛宴，给我们的宴席，那个就是进入天堂，进入天国。那约拿刚好相反，约拿是一个叛逆，约拿他逃离了他的主场，他的主场是要去尼尼微，他却往客场去跑，所以生命就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遭遇。整卷约拿书只有4章，那第1章就讲到他不顺服神的命令，他往他施，结果就在这个船上被这个异教徒把他丢到海里面，就有风浪就平息了。他在大鱼的肚子里面3天3夜，在肚子里面3天3夜，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约拿书跟我们讲说，四面都是海草，深渊无助，看不到，没有光线，
然后甚至呢，周间的可能搞不好也没有空气可以呼吸哦，搞不好呼吸是很空气是很宝贵的。所以第5节跟我们讲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灭我，而且深渊围住了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海草缠绕我的头啊，他被这些海中的生物给缠绕住。第二章就是约拿的祷告跟恳求，他求神怜悯他，他求神能够眷顾他。所以第7节说，我在我的心里面发昏的时候，想念耶和华，他想到主了，他想到神了，所以他就祷告。他祷告说，我进入到了圣殿，到达上帝的面前。那个是一个人的悔改跟忏悔。第8节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救恩从耶和华，他恳求主来救他，脱离这个深渊，脱离这个困苦，脱离被这个海草给缠绕，让他回到正常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在第3章，第3章就是约拿顺服神的话，到了尼尼微城宣扬上帝话。最后第4章呢，他心里生气，他说：“这棵蓖麻树为我遮阴，我在太阳底下，还有这个树荫啊，帮我遮阳，可是呢，这个蓖麻呢，却被虫咬死了，被太阳给晒死了。那他也不种这棵蓖麻，也不是他栽种的，也不是他培养的，可是他既然那么疼惜这棵蓖麻树，神要约拿去看到尼尼微城有12万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珍贵，比蓖麻树还要来得珍贵。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去思想，你住在哪里？你住在泸州，对不对？就有人住五股，有人住淡水，没有关系。有人住台北市也没关系。你所住的那一个城镇里面有多少人口？你曾经知道吗？泸州有多少人口？几万？20几万，对，算很多了，比尼尼微城的人还要多。所以我们必须把眼光再转向到在你周围的人，在你楼上楼下的人，在你工作的场域，其实很多人都还没有信主。所以这个约拿书的第4章是要让约拿去看到他所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看到周遭的人。所以这是约拿书整个就很简单，就四个章节而已。那第2章呢，就是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也就是这个剧情的最高峰，就是他的肚子里面。他肚子里面干嘛？祷告。这个是在肚子里面的他的忏悔跟祷告，他的敬拜他忽然想到说神我怎么会在这里呢？我是不是得罪了你？所以第1节说，约拿在鱼腹中里面，他就祷告，祷告求神，说我遭遇患难，他求告耶和华，神就应允他。他求神让他从阴间里面能够出来，所以他在深渊里面呼求，上帝就听他的声音。是上帝，你把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我在你的眼前被驱逐，但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这是约拿的祷告。所以约拿祈求能够重回到人间他在鱼的肚子里面，他是在海里面曾经有一个新闻这样报道说在这个印尼发现一条巨大的蟒蛇，那这个巨大的蟒蛇的肚子里面竟然发现了有人的骨头。那这人的骨头，
他们就想说，他们村庄刚好前一阵子有一个人失踪了，那莫非这个骨头就是那一个人？所以蟒蛇也会吃人啊。蟒蛇吃人之后就消化完，就剩下骨头一样。大鱼把人吞进去，最后就消化完，人也变成骨头。约拿在肚子里面3天3夜，他求神救他脱离这个深渊。大鱼的肚子里面其实就是一个阴间，已经接近死亡，已经接近了地狱的门。其实在这个大鱼的肚子里面是无助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拿是无助的，是无奈的，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跳脱这个困境。各位弟兄姐妹，你曾经有无助的经验吗？是的，我们都有无助的时候。或许你会遇到经济上面的无助，或许你会遇到学业、前途、生命、感情，甚至会遇到很多很多无助的时候。那求神帮助我们，在无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经历神的恩典？第一，在无助的时候是上帝的恩典介入的时候，就像约拿的祷告，就像约拿的故事。当事实跟愿望不一致的时候，上帝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必须向他的恳求，深深的祷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确定结果是好是坏，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承担后果，但是我们要遵行神给我们的旨意。约拿所处的处境，让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找到了自己不顺服的理由，因为神要他去尼尼微城，他却跑去他施。所以他反省，他忏悔，他求神怜悯他。鱼的肚子里面就像深渊的阴间一样，所以他处的困境里面就是接近了死亡。这个肚子里就是阴间的意思哈，是充满绝望痛苦，是已经接近坟墓，已经接近了死亡，已经接近了地狱的门，就好像我们做噩梦一样。当你梦到你到了地狱的门口，当你走到了阴间的门口，然后你突然间醒来，你坐在床边，哎呦，我还活着，摸一摸我的心，还有心跳，我还在呼吸，我还有呼吸，还有，我的脉搏还是跳着，感谢主，我还有活着，我可以看到今天的阳光。你看看旁边的人，你还活着，你还活着。是的，其实生命是一瞬间。土耳其、叙利亚的地震，就可以让我们在电视的画面里面这样子看到，其实死亡其实是离我们很近的。这个意外是很近的，是人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当我们每一天都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感谢神恩典我们，恩待我们。6.8的地震就带走这么多的人的性命。去年好像花莲也是有一场6.8的地震哦，那时候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在礼拜堂还没有走，哇，突然花莲那边就摇就有房子倒了，桥也断了，可是6.8发生在土耳其，竟然那么多人，就这样子天人永隔。所以约拿是从死亡的门，从阴间的深处，他活着回来。所以大鱼就吐他在干地，在沙滩上，在干地上，让他又回到了人间。是约拿的故事，就是地狱走了一遭又回来。所以约拿还可以思考，还可以行走，他还可以活动，他就履行了神给他的命令，他就到了尼尼微城去传福音。是上帝救了约拿，是神救了约拿，所以约拿用他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爱。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很不一样的经历我也是曾经经历到跟死亡很接近我在高三的暑假高三的那时候我念专科就是专科3年级的暑假我去打工。这个故事我好像也有讲过。那时候我们去做现在公园里面有很多的游乐设施，对不对？有那个一整组的大概1990年那个时候，哇，这30年前1990年刚好是这种
设施引进到台湾，这种设施以前是在国外，那有台湾的公司把它引进来。我记得是学校老师就把我们引荐说你们就去那个介绍我们去以前我们的校友开的这种公司，他们就在做这种游乐设施去打工，然后就暑假，那时候我在嘉义刚好就来台北打工。那我们那个工程是在就是那个白小燕的那个国小在林口那里那就做那种设施那突然间有一天就下雨，就不能够工作。那我们就说那个工地公司就说那好，我们有4个学生那都是同校的那1个是我同学，2个是我学弟4个人。好，你们4个人就分2组，2个人谁要去嘉义因为现在下雨没有办法工作，2个去嘉义支援一下那我就跟另外一个学弟说我们去嘉义好了。那我就又从台北回去嘉义，然后去工作了1个礼拜，就在嘉义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因为司机打瞌睡，他开车很快，70、80的时速，突然打瞌睡，结果车子就翻车，翻到田间里面去。我们在车子里面打转了好几圈，我想说我死了。当下我想说我死了，然后就天旋地转，然后忽然间我还活着，然后就从车子里面爬出来。因为那天下雨，地上有一点湿滑，可能是因为车子这样打滑，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开车的不是我那时候我还没18岁那我就跟那个学弟感谢主，我们爬出来的地方是坟墓刚好就摔到那个旁边就是坟墓，因为有一个路是稍微有点弯弯的，然后就翻车翻到旁边都是坟墓然后我们就爬出来，然后车子呢是四轮朝天，然后我们就在路旁，那时候下雨，我们就感谢神，主我们还有命活着那还好旁边那一个学弟也是基督徒，就我们2个刚好就是基督徒生命有没有这么刚好的事情2个不是基督徒的留在台北，如果今天是我们兑换呢？还是说哪一个环节在之前是怎么样的呢？事实那个事情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我学弟那你他也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们一起来感谢神，我们就在路旁感谢主，我还活着，还好，而且那台车也刚刚好是瑞典的国宝车不是国产车是国宝车后面有车子停下来说：“哎呦，你的命哪会这么大他们就在后面看我们车子翻下去，然后车子停下来看我们从车子里面爬出来。他说：“那国产车恁早就没命这样就是这样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离阴间是很近的，这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特别是年轻人。年轻人说：“那个是你别给我讲那够这大人在劝勉的时候，不要以为是在讲古。求神帮助我们，虽然处在阴间，但是呢，仍然要有盼望。这个就是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看见信徒随时随地可以祷告，可以求神来救助、来帮助我们。所以圣经的教导不是在知识的领域里面，而是在真实的生命经验里面。求神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创造，他是创造者，是拯救者，是保护者，也是我们的公义者。所以约拿在如此险恶的环境里面，他没有绝望，反而祷告，因为他知道是他自己的罪所带来的惩罚，但是他也知道他所面对苦难的原因。所以人要知道面对苦难的原因，你才能够走出这个苦难，找到苦难的方法。第一，我们要求神来应允；第二，我们要求恩典；第三，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所以我常常勉励年轻人，你们要
聚会，要读圣经，要祷告，特别是参与聚会，因为你要在聚会里面，你必须要在聚会里面经验到神给你的恩典。所以保罗说啊，我的恩典够你用，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他的能力是在人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约拿的故事就是他在最软弱的时候，神的恩典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大鱼就吐他在干地上面。圣经有另外一个祷告，叫做雅比斯的祷告，在历代志上，他说雅比斯的祷告说：主啊，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至于遇到患难，也不受到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信耶稣的人，信主的人，不是说你信主以后你就不会遇到任何灾难。有时候我们遇到的灾难还比没有信主的人更多，但是为什么关遇到难关还是会关过？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圣经也跟我们讲说，当我们在一切患难的当中，让我们得着安慰，让我们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遭遇如此患难的人。所以约拿书2章9节说但我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恩典是上帝所赐，这份福气是我们可以与人分享，是可以传给人，是可以跟人分享。在遇到最困难的处境，才能够知道说你跟上帝的关系的连结有多么的深，有多么的浅。大卫一生敬畏神，他说：我坐着，我站着，我躺着，我吃我喝，神都知道，因为他鉴察我，他也认识我，他知道我的心思和意念。其实神都知道我们，他监察我们每一个人。你今天坐在这里，心有没有在这里？你自己最清楚，神也清楚。2005年发生一个社会新闻，有两个基督徒他们是堂兄弟一个叫张天士，一个叫张进德，他们是一对在做工程，特别是在做挖深井的这种工程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信主的人。但是呢，2005年9月28，他们在施工到一半，突然发生了崩塌的意外。张进德先生先被埋住了，埋在地下10多公尺的地方。他的堂弟要来救他，这个张天士要来救他，结果他也被埋了，他也被埋进去了。后来这两个人都被救出来了，后来就出了一本书，叫做《深井中的盼望》。因为当下所有的电视台现场直播、live 直播、电视采访车、卫星转播车都来了，开始现场转播了。他们的亲人一看到，哇，跑来现场为他在现场祷告，也很多人在现场敬拜，求神怜悯救他们，赶快救他们。然后很多弟兄姐妹教会也发起，第一时间我们也在线上看到这个新闻，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这个张进德先生他的儿子是个牧师，所以他一起牧师公他是牧师的爸爸。当下埋了9个小时，第一个被救出来的叫张天士，他先被救出来，然后张进德被埋了26个小时才被救出来。等于说在26个小时，所有台湾人都在看这个新闻，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救出来。所有的人透过电视的画面看到了上帝的作为，他们2个被救出来。当他们被救出来的时候，旁边的救难人员搜救队的人员这些119的人说：这个人真正是有够真的是他的功德太大了，埋了20几个小时还能够活着，真是大难不死啊！求神帮助我们
他被救出来。但是这个张进德先生，哦，一被救出来说啊，我们一起去吃饭哈。那旁边的人就说，你赶快去医院检查，你被埋那么久，肺部有没有吸入异物，有没有肺部什么什么阻塞，要去做个检查比较重要吧。原来当意外发生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板子，就刚好在他的这个头部的地方，导致有一个大概几十公分的地方可以呼吸。这个就是意外中的意外，这就是意外中里面的恩典。如果没有那个板子呢，我想可能他们早就已经被埋住了。所以这个是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他们被救出来了。所以最后这本书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什么？耶和华。所以神的恩典是很大。当下很多人不仅是台湾很多国外的教会听到这个消息，也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恳求真的是，虽然这个结果很让我们很欣慰、很满意，让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让我们看到神在这个当中救出了这2个人。就好像约拿是被丢在海水里面，但是这对兄弟是被土堆埋住求神帮助我们。当你无助的时候，当你在深渊的时候，其实比你平常的祷告就显得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平常不祷告，我不知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神会不会救你？就好像有一句话当神忘记了你怎么办？其实上帝没有忘记你，而是人会忘记上帝。就像约拿忘记了神给他的命令一样，他逃离，他不愿意接受这个命令。不要小看你平常的基本功，基本功就是我们基督徒。你看我们的周报里面来拿出来，周报的背面有没有8要？有没有？敬神爱人，天天读经，然后祷告，然后参加聚会，然后奉献，然后服务人，关心这个社会，关心这个生态。生态是后来加进来的，为什么？因为每一天我们都在制造碳以至于气候越来越暖化，所以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求神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基本功。跟旁边的说，基督徒的基本功很重要。这次经典赛棒球经典赛，为什么主场有优势？那你不要逃离了主场，你们都是教会未来的主人翁就好像以前一句话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国家的主人翁。你们这些年轻人，你们是未来教会的栋梁看旁边的人，旁边的年轻人，你是教会未来的栋梁。时间过得很快以前我也年轻现在越来越多白发了，我都想说，有一天我离棺材也越来越近了。然后年轻的世代，你们要被兴起就好像这次棒球赛，我们的国手是改朝换代了。王建民说10年前我打经典赛，你看10年后他变教练了。10年前的王牌是王建民，10年后的王牌他变王牌教练了。你看才10年才10年你们是教会未来10年的栋梁，就是台上这些人对不对？四姐，你要跟自己说你是栋梁所以你们的基本功未来就是要呈现。这次比赛有一个很离谱的失误有一个韩国队的打出了安打，好不容易打出安打了，跑到2垒，太高兴了要跟队长，要跟那个在休息室的队员欢呼，结果他的脚就离垒，他才离了几十公分，那澳洲的那个2垒手就看到他离垒，就用球 touch 他，就出局了。好不容易打出了安打，结果
才几十秒就出局了。那网络上就开始基本功做不好，回去练基本功啊！一个职业的球员怎么犯了这么离谱的错误呢？这是连小学生、连国小的球员都应该要记得的。上垒就是要把垒包踩住，怎么会这么离谱的失误呢？所以不要小看一场这么大的比赛，这么有经验的球员都会犯了这种小小的错误、小小的失误。所以有人就说：“你干脆回去练基本功。”所以基本功多重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的祷告、读经，神都知道你有没有，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经历你，如同约拿经历了你的生命。因为约拿在不顺服，在鱼的肚子里面，他深切的悔改。神，你再次的使用他。我们的生命有时候跟你要彼此的相近，就是在我们平日的生活里面，怎么透过圣经，怎么透过我们的祷告来经历你，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生命是非常的脆弱，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掌握我们的明天跟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要将我们有限的生命仰望在神你的手里，求神你的带领保守，让我们在每一天都能够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跟恩惠。我们也要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求神给我们应允，求神来应允我们的呼求，求神也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无助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深渊，像约拿一样，主啊，求你来帮助，求你来拯救，求你透过你施恩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恳求你，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唱回应诗，回应诗荣耀的呼召，我们唱完整的一遍，请起立。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从主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高举双手赞美你的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请坐。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知问姐妹要为我们献唱一首英文歌曲。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 be, and when I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tand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ing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ure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ing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ure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ing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ure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ing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ure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听到这么美好的诗歌，也感谢这位姐妹，谢谢你。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奉献，请服侍的同工出席服侍。请起立。
请弟兄姐妹，我们来念今天的经句。今天的经句记载在约拿书第2章第2节，我们念一次。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约拿书2章第2节。接下来，我来做我们本会的消息报告。本会消息总共有9项。第一项是本会社教150周年庆典活动，目前排定如下。第一点，3月11号礼拜六，松年团契悠游欢乐150。第二点，3月12主日青年少年复兴特会华语堂。第三，6月18日主日下午社教150周年感恩礼拜。第四，9月10号主日下午社教150周年社区分享音乐会，请大家为以上的聚会献上守望祷告。第二点，在第一点已经讲过了。第三，3月19下主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有关相关事工，兄姐请关心代祷。第四，本会信德奖学金，符合申请资格的学生，请注意送件截止日期。第五，每周二上午9点半到11点半，教会开办书法班，书法用品自备，由林慧珍姐妹指导，每期3个月，3月14到6月13，报名费200块。欢迎邀请社区朋友参加，译者请洽传道组叶秀兰长老。第六，上周六3月4号，陈国成牧师带领长子同工共9人前往新店教会探望杨耀逢牧师及牧师娘。第七，上周五股教会社教150周年庆典活动，共有2个活动。第一个活动本会8人参加，第二个活动本会5人出席。每周三晚上8点读经祷告会，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第九，请问今天有新朋友吗？好，我们接下来是团契消息。同心团契今天台语礼拜结束后，于教会1楼举行3月例会。第二，儿童主日学3月19日主日上午10点半到11点45举办青师座谈会，邀请主日学学生家长或想了解儿童主日学的家长参加。肢体相通，请大家弟兄姐妹，大家自行过目，为刊载的弟兄姐妹来守护祷告。教界消息：3月12下午3点，新北教会举行姚梅芳传道师、丰利牧师具就任教育牧师受职感恩礼拜，地址在三重区西尾街14号。3月18日礼拜六9点到下午3点，台北中会教社部举办三峡鸠山生态之旅以及三峡教会礼拜堂赏析，每人100块，报到时缴交，限额100人，报名详情请见1楼公布栏。第3点跟第4点都有一场免费的电影欣赏会，叫做《流麻沟15号》这部电影。那3月24的播放地点是在淡水教会，3月26播放地点是在新店教会，2场都是免费入场。以上，请问教师有没有补充？牧师有没有补充报告？没有。那请弟兄姐妹大家起立，我们来颂唱我们的善会诗。吟唱完后，请牧师为我们祷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打
生命重新得力，使我抬头高望。他使我如鹰展翅上腾，飞摇在高岗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